根本就是一条虫！龙小弟，世叔姑娘，您轻一点，皇上睡着了，别惊扰了圣驾。哎，世叔姑娘，小声点儿。龙小弟，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他是喝醉了。啊？皇上喝醉了？哎呦，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我知道了，这儿交给我吧，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好，好，好，好。哎呦，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呀，龙小弟，龙小弟，醒醒！老大，你来了，陪朕喝2杯。别喝了，你这以前不酗酒的，现在怎么了？什么都别问了，陪朕喝2杯吧。不许再喝了！看着我，我问你，鄂必齐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你是皇上啊，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天子的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是啊，朕是皇上，应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大，朕对自己也很失望。朕以为朕亲政了，就可以乾纲独断了，没想到。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皇上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既不违反大清律例，又顺应民心啊。老大，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朕现在心里好难受，让朕抱一抱好不好？让朕抱抱。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哎，老大，老大，哎，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还记得上面的字吗？你曾经说过，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没脚没爪的龙，你根本就是一条虫。是一座红尘的城墙，煎熬过你给的苍茫，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奈何不了无言过往。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谁会陪我遥望夕阳？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思念比毒药更传唱。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贵族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你，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说好了有难同当，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一定要撑下去。
龙小弟，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放心吧，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放心吧，人不死，账不来，一定要好好偿着。要是你不在，我来账了怎么办？你不会来账的，因为你是一个好王。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谢谢你，老大。谢谢，所以一定要撑住。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康熙的骗了我，康熙的骗了我。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钟哥哥，我输了。皇上吉祥。凭什么？是。叶欢呢？回皇上，诗书姑娘已经安歇了。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大，老大，老大，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朕想跟你说会儿话。老大，皇上，您还是先回去吧。诗书姑娘，她是小孩子脾气，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她就越是听不进去。您先放下几天，过几天自然就好了。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她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皇上您放心，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她，相信她会明白的。老大，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行吗？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奴婢啊，跟皇上是尊卑有别，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冒犯龙威了。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没有，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哦不，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只要您龙族一抬啊，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是吗？那你昨儿个还骂朕是个骗子，不仅是个骗子，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奴婢得了失心疯了，求皇上治罪，奴婢罪该万死。老大，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好吗？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整顿吏治吗？朕想，朕做梦都想。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呀。太皇太后说的对，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
朕只能徐徐图之，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叶欢，这个是吴应奇命人快马加鞭从云南送来的药材，你看一看，是不是你要配着冰肌雪肤养颜膏的药材？朱哥哥，我辨别药材的能力没有你强，你帮我看看吧。好。回皇上，这的确是配制冰肌雪肤养颜膏所需要的药材，但是独独少了一味最重要的雪肤草。那怎么办呀？那冰肌雪肤养颜膏是制不出来了吗？那不是，叶欢，你先别着急，我让吴应奇再想想办法。奴婢不敢有劳皇上，皇上说过，皇上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还是等奴婢出宫以后自己慢慢找吧。叶欢，叶欢，你非要这么别扭地跟朕说话吗？皇上，臣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待臣慢慢开导他吧。李太医，还是你能体谅朕的苦衷。臣自幼在江湖上闯荡，所以比臣妹更了解这世间之事，各有各的因果。这世间之人，各有各的无奈。李太医，朕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才去完成。此人必须武功高强，有勇有谋，最重要的是，还要对朕绝对的忠诚。一旦事情败了，不能说出是朕的旨意。朕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你最合适。你可愿替朕分忧？臣万死不辞。这个铜匣子，乃前明的崇祯皇帝所留，里边不但有潜伏在全国各地前朝著名联盟的名单，还有一份藏宝图。这个崇祯皇帝啊，生前昏聩无能。没想到临死之前还灵光乍现，留下了这么一个铜匣子和金钥匙的谜局，用来复国。所以朕必须得到这3把金钥匙，打开这个铜匣。皇上也想找到藏宝图，说来说去，皇上也贪财。朕是贪财，但是朕贪的财和你不一样。你贪财是为了你的乡亲，朕贪财是为了大清的子民，天下的百姓。我大清打入京城之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紫禁城里和国库的财宝，都已经被崇祯皇帝提前转移了。眼下江山初定，天灾人祸不断，我大清国库空虚。朕有许多执政良策，都因为没钱而无法实施。可是鳌拜说过，这3把钥匙，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上，还有一把在前明继王李定国的手上，最后一把在吴三桂手上。想要凑齐这3把钥匙，简直是难上加难。再难也得想办法。只要找到这3把金钥匙，将这些反党一网打尽，那朕就可以安心的处理朝政了。最重要的是，朕修路架桥，治理旱涝灾害，开办善堂，减负利民的钱就有了。现在说的那么好听，谁知道找到藏宝图以后，会拿这些钱真的实行善政，还是拿来跟自己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来奢靡享乐呢？你，皇上，臣定当倾尽全力协助皇上找齐3把金钥匙。这3把金钥匙要一把一把的找，
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郑经远在台湾，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偷金钥匙。朕是不能下旨要吴三桂交出金钥匙，那样的话，他会抵赖说这把金钥匙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被刘德昭的手下给劫走了，所以朕得派人悄悄地去偷。而且这个人还不能是宫里和朝廷里的人。臣明白了，臣不会找宫里的人去做帮手，而是去江湖上招募一些臣以前闯荡江湖时所认识的武林高手，只说是去平西王府劫财，不说是去偷金钥匙。如果成功了，臣便回来复命；如果失败了，臣宁愿一死，也绝不出卖皇上。李太医，此次行动十分危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若情况不妙，务必全身而退。臣定当不负皇上重托。那奴婢也去，正好有个照应。你去做什么呀？你不过就是轻功好，逃命还行。你去了哪是帮你哥哥的忙啊？那根本就是拖后腿。实话跟皇上说吧，奴婢在这皇宫啊，也待腻了，想要去江湖逍遥自在一番，顺便找到奴婢的未婚夫。离婚！不许去！凭什么？我们有言在先的，我早晚会出皇宫，找到我的未婚夫成亲的。老大，别再跟小弟赌气了。奴婢不敢，皇上别再折煞奴婢了。那日在刑场之上，奴婢跟龙三已经断绝了兄弟之情，如今已经不再是兄弟了，而是君臣。好，那朕就下旨让你在宫中陪着朕，永远都不得离开。那奴婢如果非得要走呢？您是打算把奴婢的双腿砍下来啊，还是用铁链子把奴婢锁进天牢呢？奕欢，皇上胸怀宽广，又重情义，所以才对你一忍再忍，你怎可不知好歹，得寸进尺？你那未婚夫迟迟不来寻你，想必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待他完成了心愿，归来寻你之时，你再向皇上辞行也不迟啊。到那个时候，皇上一定会放你离开的。欢梅，不要再跟康熙置气了，这样改变不了什么。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真的铜匣，查出内奸。我再借此次盗取金钥匙的任务，彻底激化康熙跟吴三桂的矛盾。我听你的，朱哥哥。对不起，欢梅，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等我们完成任务，我马上带你离开。朱哥哥，你不用跟我道歉。也许你跟师父都是对的。等光复了大明，你当上了皇上，也许你会是一个比康熙更好的皇上。欢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丽妃娘娘吉祥。哎呦，听说我们的世淑姑娘在做女工呢，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喝点茶吧。哎呦，哎呀，现在丽嫔娘娘升做丽妃娘娘，开始取笑我了是吧？哪有？我生了丽妃又有什么用啊？这整个皇宫谁不知道，皇上最宠幸的是一个什么名分都没有的世淑姑娘。我才不想皇上宠幸我呢，没什么稀罕的。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这是我第一次做女工，特别丑，你别笑我啊。咱俩一块长大，我还不知道你。来吧，我不会笑你的。好看吗？哎呦，这针脚可真是够粗的，果然是见不得人。不过没关系啦，你的朱哥哥一定会视若珍宝，不会嫌弃你的。这个不是给朱哥哥的。荷包是贴身之物，这又是你第一次绣荷包，意义非凡，不给朱哥哥给谁啊？这个荷包
是给皇上的。你不是说对皇上已经死心了吗？我还以为你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大师兄呢。我是对皇上死心了，我也正在努力对朱哥哥一心一意。可这是朱哥哥嘱咐的，他说让我别再跟皇上冷战了，尽快恢复以前亲密的样子，所以我才修的这个荷包。大师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大师兄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一定很矛盾，很痛苦。薛姐姐，等我们查出了内奸，找到了铜匣，撤出紫禁城，朱哥哥就不会再难过了。看到你终于能回心转意，我真替大师兄开心。玉欢，明天是你的生日，这个呢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赏赐给我的蜀绣，连皇后都没有呢。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一愿吃遍天下美食，2愿穿尽天下美衣，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所以啊，这个珍贵的蜀绣，我就转赠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真的好好看啊！薛姐姐，你对我真好，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对了，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连召见你、嘉奖你几句都没有。哎，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指不定有多开心呢。哎，对了，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你猜猜是谁送你的？什么呀？哇，石头小猪啊！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是你的朱哥哥送给你的。大师兄啊，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放在我这儿，托我转交给你。你的朱哥哥是让你把它挂在胸前，系在心间呢。可是我手太慢了，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朱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没关系，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大师兄知道了，一定会很满足的。都小心点啊！要是把它掉下来摔了，我跟你们讲，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小心点儿。李公公啊，宜欢姑娘。哎，啊，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皇后啊，所有的后宫嫔妃，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哎，他没让你去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哎，宜欢姑娘，不是老奴多嘴，你这个性子啊，你得收敛一点儿。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只不过是一时兴起，图一个好玩，你还真就当真了。我跟你说，皇上毕竟是皇上，幸亏他胸怀宽广，对你又是一番真心。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竟敢忤逆皇上，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你知道吗？当心点儿。
哇，这么多美女啊！环肥燕瘦，春来秋菊，好漂亮。皇上，妾身祝您万寿无疆，福寿安康。皇上，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常常睡不好觉，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既能驱蚊虫，又能安神解乏。臣妾手笨，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神清气爽。有劳贤妃了。这贤妃的手啊，真巧啊，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着实，在哀家看来，这后宫里头啊，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臣妾听说皇上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后，念念不忘当地的面食，所以啊，臣妾就派人打听了做法，亲手为皇上煮了这碗长寿面，还请皇上尝尝。这长寿面啊，不能断。这一根长面条啊，是臣妾亲手和面，再亲手做成的。这上面的绿色用的是青菜汁，寓意我大清啊能够清清明明、长长久久。惠妃有心了，朕可得好好尝尝。惠妃好手艺啊！皇上，臣妾恭祝皇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恭祝皇上皇后龙凤呈祥，早生贵子，让太皇太后早日抱上嫡曾孙子。好，丽妃说的真好。皇祖母，皇后，一起为这祝福喝一杯吧。喝一杯。皇上，您不是有一个笔墨诗书姑娘？听说您一刻也离不开她，怎么今日这么大的日子，不让她来一同庆生啊？皇后说的是李易欢吧？这个李易欢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笔墨诗书，平常伺候朕的时候呢，比寻常的宫女伶俐一些罢了。如此隆重的场合，她岂有资格出席啊？这打理后宫啊，可不比管理朝廷简单呐。首先要紧的是要有平衡之术，这后宫要是着了火呀，皇上可就麻烦了。皇祖母，孙儿年少，还请皇祖母多多提点。那是。朱后妃，陪着朕还有皇后、太皇太后一起喝一杯吧。来。李易欢，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自己不都想清楚了吗？再也不会上那个骗子皇上的当了，你彻底死心了。那你还吃醋什么呀？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猪哥哥是对你最好的。千里之外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都不忘记你的生日，还提前给你准备生日礼物。你再看看那个骗子皇上，后宫佳丽，百草千花，
莺莺燕燕，谁还记得你啊？别傻了。宜欢姑娘，叔父，你怎么来了？今儿啊，为了给皇上庆生，这个御膳房呢做了好多精美的美食。我呀，特地选了几样特别好的，拿给你尝尝鲜儿，啊。叔父，这些都是皇上让您给我送过来的吗？皇上？啊，不是，是我啊。我觉得你平时啊爱吃好吃的，所以啊，我就特地拿过来给你尝一尝，也算是我这当叔父的一点心意。叔父，你等一下啊。啊？叔父，谢谢你还想着我，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把这个金簪子送给你吧。宜欢，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坐啊！哦。叔父是个太监，这金银珠宝呢是叔父最大的爱好。可是不管叔父怎么贪心，那也不能开自家亲人的油吧？这金簪子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啊！叔父，你的大补丸解药是不是快吃完了？我这还有点，都给你吧。宜欢，这每个月都服一颗大补丸的解药，这也太麻烦了。你问问建清，他能不能研制出一次就彻底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呢？叔父不想认我们这些亲人，还让我转告你，不要再去打扰他。他不想被我们所累。真没想到，他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小的时候，他可是最听我这个大哥的话。爹，叔父虽然不肯认我们，但是暗中多次帮助我和朱哥哥啊。从这点看来，他心里还是有亲情的。他心中虽有亲情，但只怕一旦到了生死关头，还是会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们的。所以，你们切不可一次给他解开大补丸的毒，而只能每月给他一颗延缓药性发作的解药，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在紫禁城中的安全。义父，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无情了？他好歹是你的亲弟弟，我们的叔父，而且在暗中帮助我们那么多次。太子，在大义面前，无小我。德父在宫中生活了30多年，早已习惯了尔虞我诈，习惯了损人利己。他心中虽然对你我残存了一点血脉亲情，但经受不住生死考验的。你跟宜欢身份特殊，而我是朱明联盟的盟主，我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叔父啊，这个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我哥哥正在研制当中呢。如果研制出来了，到时候一定给叔父一份。好吧，但愿你们没有骗我。好了，不说了，你快点吃吧，我就回去了。叔父慢走。宜欢啊，连你的叔父都记得今天是你生日，还给你带了这么多美食。人家那骗子皇上呢，现在一定是软玉温香的环抱着，早把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谁还记得你啊？就你傻乎乎的，骗子皇上，骗子皇上，他就是个骗子皇上，他就是个大骗子。
骗子，大骗子！你就是个骗子！骗子皇上！哟，背着人偷嘴呢。皇上吉祥。行了，这里又没有外人，别装了。皇上，你怎么跟鬼似的，不出声直接进来了？你吓死我了！朕今天啊，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是给你送好东西来了。皇上用不着破费，这些好东西啊，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贤妃娘娘、贵妃娘娘，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啊，送给我干什么？朕不过是有1位皇后、4妃、9嫔，接下来就是贵人、常在、答应等数10位，哪有72宫娘娘？再说了，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你告诉朕，朕明天就封你。奴婢怎么配啊？皇后说的是李易欢吧？她呀，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这侍候朕啊，比寻常宫女伶俐些罢了。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哎呀，不得了了，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什么东西打翻了？醋坛子呀，你没闻到吗？酸死了！皇上说笑了，奴婢怎么敢吃醋呢？其实吧，你今天暗中跟着朕，还偷吃朕的醋，朕的心里啊美着呢。这么看来，你是不生朕的气了。老大，别生小弟的气了。你还记得，朕当初化名龙三与你在摘星楼结拜，我们俩同月同日生，今天是朕的生辰，当然也是你的生辰。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你看，朕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在家乡的时候，每次过生辰，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让你放了祈福，对吧？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皇上你都记得呀？傻丫头，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哎呀，还愣着干嘛？咱们放花灯去吧。这么晚了，去哪儿放啊？走吧。哎，去哪儿啊？走。慢点儿。哎，啊，先许个愿啊。龙小弟，今天也是你的生日，你也许个愿吧。好，那你先许。嗯。许的什么？我不告诉你，该你了。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这愿和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放吧。龙小弟，其实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不过我手太慢了，只绣了一半，另外一半还没绣完呢。你不是一直在生朕的气吗？还给朕准备了礼物啊？本来是想好好给你准备的，结果今天看到你的后宫嫔妃都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奇异宝，尤其是那个贤妃，绣了那么好的荷包给你，我这个。哇，这真的好丑啊！这针脚又粗又细不说，你就看你这绣的是什么呀？野鸭子不像野鸭子，小飞蛾不像小飞蛾的。你嫌丑，你不要不就行了？谁说我不要啊？这虽然是我收到的最丑的荷包，但也是市场最珍贵的一个孤品。老大，这是你第一次做女工吧？还说呢。
人家的手指都快扎成筛子了。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还什么小肥鹅野鸭子？这我明明绣的就是。是什么呀？朕完全没有看出来。我绣的是京城第1酒楼的烤鸭，行了吧？你还真是时时不忘了吃啊。不过也行，这要是下次再落难了，就拿着这个荷包啊，天天忘鸭止饿。哪有你这样的？皇上说话一点都不忌讳，还再落难。这微服私访已经够危险的了，不可能再有第2次了。那不行，朕以后啊得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给朕绣的这个烤鸭荷包啊？光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有1万个想法，但是只要你回到紫禁城里，你就只有1个想法了。老大，朕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一定对朕很失望，但是朕也是迫不得已。朕若是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杀了，朕这个皇帝不但地位不保，恐怕连小命都没了。那不是一个明君作为，而是一个匹夫在逞一时血勇。朝政之事啊，不能急，得从长计议。你要相信朕，给朕3年，3年之内，朕一定把那些榜上有名的贪官污吏全都收拾干净。你说的是真的？3年之后，要是没有做到的话，你再怎么生朕的气，朕都无话可说。终于笑了。好了，把这个荷包拿回去，等到你绣好了，一定要给朕，朕会好好收藏着。嗯。哎，其实啊，朕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什么呀？哎呦，丑死了！这眼睛，目露凶光，嘴唇这么薄，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人。哟，难看死了！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朕刚刚埋汰你几句，立马就还回来了。我这怎么是埋汰你啊？是，虽然龙小弟你贵为天子，但是你也不见得是全天下最英俊的男子吧？而且你生气的时候，特别像门神，很可怕。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朕。今天是你生辰，朕就饶了你。这针小象可是朕亲手给你画的。哦。以前后宫嫔妃还有皇后都想要朕的自画像，朕一个都没给。喜欢吗？嗯。老大，朕今天在后宫嫔妃面前对你表现的并不在意，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这些后宫的女人们，平常看起来姐妹相称、谦恭有礼，其实都是明争暗斗，各有所图。朕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心思单纯，和他们都不一样。朕不想因为朕的偏爱跟你树敌招祸。当年，朕的皇祖父和父皇都是天生的情种，他们个个要美人，不要江山，陷大清于危难而不顾，所以皇祖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最忌讳皇帝专宠，朕要顾及皇祖母的想法，就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你的偏爱，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你明白吗？